國立台南大學佇個校長陳慧萍的帶領，伊著創新連結、持續深化甲個地方、產業以及國際等造園處的合作，日前舉辦學校研發成果的發表，總共涵蓋6大學院的師生團隊，對外分享年度研發的成果，甲個社會實踐的行動。在這次的話呢，我們在教學的部分的話，我們以 AI for Education 還有 Education for AI 的部分的話來進行相關的一個傳遞跟傳承。那因此呢，由我們的吳春平老師，他在那個 AI 上面在教育上面對 AI 的那個指導，然後還有我們那個李建新老師，他在那個用 AI 然後來帶動相關的這個教育的部分。那在卓越的部分的話呢，其實我們的學生們呢有參與那個卓越創新大賞的一個得獎哦，那我的博士論文呢獲得很大的一個肯定。那在那個其實，在我們的永續的發展的部分的話呢，更有很多老師共同的一個努力哦，那學生也是共同的一個努力。因此，在王一匡老師的流域發展中心當中，他去做了很多生態保育的一個部分。然後呢，我們的吳宗憲老師的話呢，他進行全球的動物保護的一個相關的一個活動的一個部分呢，也獲得相當的一個讚賞。除了有教育學院，以著被看見的教育為核心，結合 AI 的技術，發展數學架構，甲個教師培育的系統。另外，嘛有理工學院建置的 AI 合伴系統，目前已經研發出台語、英語、日語甲個客家語的機上盒，唔定是台灣第一個，嘛有可能是世界第一個。我們這一套。從台英語機器人到台英日語機器人，到現在台英日客語機器人，那我們現在把它變成一個小小的機上盒，那應該是台灣第一個，也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。那我們台南大學結合我們台灣本土的廠商，包含真憑企業、真憑出版社，它就是有教材，然後還有我們的優聲學團隊，還有女媧機器人。那當然最重要就是國科會支持我們已經20年了哦，這也是20年來的成果。那我們希望說，透過這樣的一個小小的我們的一個進展，那可以邀請黃仁勳明年到我們的台南花園夜市來吃我們的小吃，然後透過這小小的機上盒來介紹我們台南很有名的小吃，唔免電腦，唔免網絡哦，就都可以了。那今嘛咱講台語，伊馬上有客語給你回答。那明年2月，我們馬來亞大學就會把它有一個馬來語，所以我們接下來是台英日客馬。那接下來我們就世界各國的語言都會整合進來。除了教育甲個科技，另外在環境的生態、人文甲個藝術方面，近年來嘛協助無數。未來台南大學除了以師資培育以外，嘛將結合科技的創新甲個應用的發展。持續穩定教學甲個研究的量能，進一步來擴大公共的影響力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